向平埔族非设立艺术史，是从正规学以前嘅台湾男人嘅心思一本史实现出来嘅。台湾男人嘅心思係正规学以前嘅参與嘅社會運動過後所撰寫嘅第一本史實。一個史實地位，其實地位就做看到，當到佢對台灣嘅歷史政治族群嘅一個理解。向平埔族祖先非設立就係一個當有代表性嘅事。第二地位，看到對開始佢講人類史方式出現過嘅族群。台灣平埔嘅原主完全對平陽消失咧，接下來消失兩隻字就貫穿嘅歸屬史，包括梅花鹿，包括阿里族嘅祖靈，包括蔡皮小、譚橋琴、多情嘅馬塔等等，一條嘅消失，係消失啲台灣人嘅記憶地圖，咩消失啲平埔族群，佢哋自家可能冇辦法去認知到我自家係哪個族群，咁樣嘅一種悲哀。故所對下地圖前面佢講到嘅，但做嚟對文獻上感知文獻嘅松樹還蠻難嘅語物，佢認為台灣人應該要向一條曾經當長久喺到台灣土地，對台灣漢人移民過來時，才變成跌退嚟佢條喺個地方，失去佢條嘅文化，甚至失去佢條認同，失去佢條身份嘅一條人，而層層嘅真情嘅非設立，因為佢係台灣人嘅祖先，理解一條族群。要做得同情也規則過長，佢認為安樣將做得文化演出純潔善良嘅平埔族嘅後代，也就會穿越人類歷史嘅內臟，認識就會再生嘅新台灣人，藝術史做得去認識到，佢樣去理解族群，樣去理解台灣歷史。藝術史咧，台灣現代嘅作家詩人寫起咧。有關平埔族嘅作品，呢作品呢，主要都寫有6000年文化嘅平埔族，睇下土地上消失的一種悲哀啊！因為阿婆就係平埔族嘅人，你搬過來搬我太做養母啦，你咪那邊係不卡人，我阿婆呢嗬，所以台灣人嘅血統裏邊呢有。78% 的哈，有平埔族的血統，台灣的血液裏面有70-80% 都有平埔族的血統，但是我們都不知道哈，這是一個相當對不起祖先的地方哦，也是我們台灣人知識教育系統的一個故意的那個隱瞞了，所以我要把這首詩寫出來哈，也感謝他們哈，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這些平埔族的世代就是一個。再生的新台灣人是這樣的一個想法哈，同時我覺得兒童也平埔族多欠啦，道歉哈，咁我都感謝呢，拜謝呢哈，有這樣的意思呢。